真的很不好意思，谢谢。哦，不会了。今天的事可以帮我保密吗？没问题，一定会。要不要我送你？我有车子。高尔生怎么能骑机车？我已经满18了。高中重考过1年。我还是自己叫车就好。嗯。你们家这边怎么都叫不到车？我载你啊。可是我没有坐过机车哎。放心啦，我技术很好。嗯。我帮你扣。这样会不会太紧？今天都还没机会跟你说生日快乐。等我一下。希望你得到希望，为你心房那扇窗洒下一些阳光。你看那个阿北，速度都比我们快了啦。我们原来都一样。会紧张啊。除了我妈，其他都没在哭。哦，还行啊。我觉得你骑得挺好的啊。等下怎么走啊？前面右转。啊？前面口右转。有没有怎样？你没事吧？干嘛？对啊。怎样？你的眼镜。你终于笑了。真的很好笑啊！想到今天这么狼狈，居然是跟你。现在几点？怎么了 ？Not again。怎么了啦？我还有很多东西没念。生日连休息放松的时间都不行哦。没办法啦，哪有时间放松？我不能让我爸妈失望，尤其是我爸。如果能就这样赖着，该有多好。